恩愛夫婦營就係俾夫婦一個機會，暫時放下忙碌，彼此陪伴。喺3日2夜裏面，夫婦學習到好好去溝通，重新揾翻彼此嘅初心，讓關係變得更好、更甜蜜。參加 MEL 咧，我相信都係我人生之中覺得最值得參與嘅活動之一嚟嘅。我哋透過好多活動啦，去互相了解到大家咯，同埋真係知道中間嘅問題係點樣產生嘅。嗰3日裏邊咧，講咗平時你完全唔講嘅心底説話啦，讓我咧明白你更加多。多咗欣賞對方啦，多咗咧即係表達咧自己心入邊嘅感受。其實我哋兩個係好唔同性格嘅人，一齊咁多年，有傷害大家嘅位，我哋都冇去處理，或者覺得唔需要去處理，因為我哋都唔係善於表達情感嘅人。喺 Ken 嗰度，我哋有好多機會真係去處理同埋去學表達。原來你願意，真係可以嘅，因為喺過程裏邊係有治療性嘅。深刻嘅印象就係當時我哋喺上帝面前認罪悔改嘅環節。其實我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會喊，但係當時真係每一個人都受到聖靈感動，我真係喊到完全停唔到口，仲講咗好多自己從來冇諗過會講嘅嘢。我覺得嗰個畫面我可能一世都忘記唔到。其實參加呢啲夫妻營啦，好多時啲人就覺得唔需要，即係夫妻之間可能有問題先去參加，但其實就唔係嘅。事實上咧，就所有夫妻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問題，爭在你會唔會去面對佢，同埋去一齊去解決佢。其實我發覺原來我好耐都冇去欣賞對方，只係望到對方好多嘅問題。你欣賞對方嘅嘢啊，你點樣溝通啊？平時係點㗎？或者你諗下你初識太太係點啊咁？透過一個夫婦營可以學識或者去改一啲嘢，只係哪怕係一樣嘢，其實呢個營就好值得去，或者對方認定對方都係咁㗎啦，唔會改嘅。但係你慢慢可以透過一啲提醒或者互相大家男士們喺度傾有咩可以做得好啲，跟住你就去集中去改呢樣嘢啦，換個睇法啦，唔好再用一啲慣性嘅態度去對對方啦，呢啲等等嘅事情咧，咁你就見到啲關係越嚟越好喎。如果你哋想婚姻多點愛，多點了解，我哋鼓勵你一齊參加恩愛夫婦營，期待夫婦營見到大家。